Jauh-jauh tu sa ka teman-teman na makaitin na suliwat. Saka tu sa ka teman-teman na urita supui na kaino cemas. Imazai tua Yeremia asuratan. Imazai tua tirua puru akayan. Imazai tua ita karam. Patio dusa puru katu sepaca karam.耶利米书30章1节到24节，上主给他指明的应许。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我这样说：你要把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因为时候将到，我要让我子民犹大和以色列回归故土，重整家园。我要领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要重新拥有这土地。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对以色列和犹大人民说：我听见战栗的声音，是恐惧，不是平安。是想男人会生孩子吗？为什么我看见每一个男人用双手抱着肚子，像临场的妇女呢？为什么每一个男人的脸都那么苍白呢？惨了，令人恐惧的日子快到了，这是空前绝后的日子，这是我子民痛苦的时辰，但他们仍将幸存。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那天我要折断套在他们脖子上的轭，斩断锁住他们的铁链。他们不再做外国人的奴隶，他们要侍奉我上主，他们的上帝，要服侍我所选立来继承大卫的君王。我的子民啊，不用害怕；以色列人啊，不要惊慌。我要从那遥远之地，那流亡的国家把你们抢救出来。你们要返乡，返回故乡，安居乐业，无所恐惧，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我要消灭那些我驱逐你们去的国家，但我不消灭你们。我要照你们应得的管教你们，不会灭绝你们。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对他的子民说：你们的创伤不得痊愈，伤口无法医治，没有人理会你们，替你们裹伤，没有药可治好你们。你们的情郎全都忘记了你们，他们不再追求你们。我像攻击敌人一样攻击你们，残酷地惩罚你们，因为你们罪孽深重，你们过犯累累。不要再为你们的创伤哭诉，你们的伤口无法医治，因为你们罪孽深重，过犯累累。我才这样惩罚你们。然而吞吃你们的要被吞吃，你们所有的敌人要被掳，压迫你们的要被压迫，掠夺你们的要被掠夺。虽然你们的敌人说西安被人遗弃，没有人关心，但我要医治你们的创伤，要使你们康复。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这样说：瞧吧，我要让我的子民回乡，重整家园。我要用慈爱待雅各一家，我要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在原址重新修造宫殿。那里的居民要发出颂赞的声音，他们要欢呼歌唱。我要使他们繁盛，人口增加。我要恢复他们的尊严，不再受侮辱。我要复兴他们的国家，恢复他们的主权。我要惩罚所有压迫他们的人，他们将有自己的人统治，他们的领袖出自本族。我邀请他的时候，他会亲近我；没被邀请的，谁敢接近我呢？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我上主这样宣布了。
瞧吧，上主的烈怒像强烈的旋风，在坏人头上不停地旋转。上主的愤怒将继续，直到他完成自己一切的计划。那时候，他的子民就会明白这事。爱求开诺之曼。Satu suasana napuro kaima zetua tiro karan，因为时候将到，我要让我子民犹大和以色列回归故土，重整家园。我要领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他们要重新拥有这土地。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耶利米书30章3节。都错个zaman安息尼布巴达湾回归故土，重整家园。有一首歌内容唱到：原住民长得不一样，有的那么黑，有的那么白，有的那么高，有的那么矮，看来看过去就是不一样。简单的歌词道出台湾原住民的多样面貌。过去台湾原住民备受歧视，但在基督信仰熏陶下，原住民的主体意识抬头，不再自卑，而是努力寻求文化认同，在多元社会中做出贡献。近年来，许多国家的人为了婚姻和工作移民来台，让台湾成为更多元民主的国家。台湾原住民族在走过历史的伤痛后，靠着信仰站立起来，学习如何经营传统领域，也应当敞开心胸，学习接纳不同的文化、习俗、传统语言等。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更要肯定自己的优点，以品格的深度来影响其他族群的生命。以色列人历经上帝的拣选、呼召、应许、委派和拯救，这样的应许也普及各族群和国家。今天的经文中，先知耶利米仍说出严厉的话，并写在书上，代表永不改变，直到上主成就一切。有时候我们无法了解上主为何那么严厉对待以色列百姓，直到我们仔细阅读圣经，才明白他的心意从不改变。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上主对以色列的要求是认真的，虽然他看到人民在受苦，却仍把他们交在巴比伦手中。上主的目的不是要抛弃他们，而是让他们借着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在痛苦中静下来，默想他的恩典。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上主不断向他们宣告，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拯救的主。上主知道他的子民在巴比伦受压迫之苦，当他听见他们的痛苦哀嚎，立即展现他的怜悯与慈爱。这段经文也彰显上主的全能，他应许让他的子民回归故土，重整家园，使他们不再被压迫。上主应许他要医治他们的创伤，使他们康复。被掳到异邦寄人篱下的以色列人总是没有安全感，但是先知为他们带来上主的预言，带给他们很大的安慰与鼓励，因为上主仍持守他对以色列族长的拣选呼召、应许、委派和拯救。上主坚定地告诉他的子民，他们将有自己的人统治，他们的领袖出自本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我这上主这样宣布了。耶利米书30章20节到22节。反观台湾的处境，虽然对岸不时用武力威吓台湾，让台湾人民感到不安和焦虑，但我们确信我们是上主所爱的子民，台湾是上主赐给我们的美丽岛，他必保守我们。Sina ya tujuakan zaman-zaman asini palaroy janutina 回归故土，重整家园。Satu su asini paki ni menemukan
我如何从信仰的角度看见上主要在台湾成就的心事。Sinaya tu suaka jaman-jaman aruja galui na kinumnam latina na gamalo kinumnam ay kana pasamarao kainuli 历史的主宰，感谢你赐给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并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求你让台湾人民愿意守护自己的国家，让世世代代能在宝岛上安居乐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Mali-mali tu chua ka jaman-jaman na makaiti na misila selang sumupo kila rai tua kainua cemat sa latapi na ena saja pasusui sakana makaiti na masijua tua pasling tua kiliwa kanua cemas na makaya tinana kejajara na paroro tua tia kama cemas ayakana pasamarau januti na mapolat sakamani-mali latinana suliwa tu chua tia kini adavan taja 平安